我是克西拉佛教中心的谢小金讲法师，我是尊贵的赞图古仁波切的弟子。我们其实在这里也就都差不多，应该估计有接近10天了吧。那其实我们之前每天都在讨论的，都是主要是从度杰雄灯护法的来源啊，它的传承啊，修持的好处啦，这法门呢，怎么做供养啊之类的种种，就主要在谈这些。那讲了这么多呢，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那这个法门那么好的话，那是不是有条件要修持这个法门？那修持度杰雄灯法门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那修持度杰雄灯法门需要是什么样的条件呢？那其实要说要条件，是需要也不需要。那我怎么那么说呢？那因为严格来说，就藏传佛教，如果大家熟悉藏传佛教的话，或者是金刚乘佛教的话，那大家也一定知道，就是说很多本尊修持法门，它其实都需要先经过灌顶才能够修持的。那这个灌顶为什么要接受灌顶？因为其实经过灌顶过后，直接我会再解释。经过灌顶过后呢，这个修行者本身他在修那个法门的时候，他才能从这个法门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所以就是说在修任何法门之前呢，都需要经过灌顶。当然有一些密续本尊的灌顶呢是，有一些密续本尊的法门是，如果你没有经过灌顶的话，其实你根本连念诵心咒，连怎么说呢，去翻阅它的经典啊、经文啊，其实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对这严格的来说，因为如果说你这么做的话，你可能会反而影响了你将来修持它的一个缘分的机会。所以这是密续本尊灌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吧，那就有一些稍微知道，对度杰雄灯法门的怎么讲，对法门有些认识的人，他们就开始说，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子来公开来修持啊，或者是把心咒让大家知道？其实并不是的。这个我会在第二个部分讲。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传统的方式，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说？那传统呢，在西藏的传统，要修持度杰雄灯，或者是修持一切的主要的密续本尊，或者是很多本尊法门呢，都要经过灌顶。那灌顶有好一些人知道，可能也有不知道的人。其实所以我对那些没什么听过或者是没什么概念的人，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灌顶其实就是，说的简单，说的白一点，他就是上师或者是一个师傅，把他毕生他所学的某一项功夫传授给他的弟子。他把这门功夫学得很好很精，而且他没有自己本身去篡改，那再把这个功夫呢，再如实的传给他的弟子。那从上师的上师到这上师，一直到这个弟子的弟子的弟子，其实他们所接受的一些法门或者修持法都是一样的。那所以灌顶必须是有具格有那个条件的一个上师才能够传授。那什么叫有条件的？什么叫符合条件的一个上师？那符合条件的意思，其实这些其实都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符合常理，也没有太奇怪的地方。符合条件，所谓符合条件的上师呢，他本身他当然他必须是一个，他本身他跟他的上师之间传授他这个法门的上师之间，那个三昧也必须是干净的。那三昧也是什么？三昧也讲的就是弟子跟上师之间的一种关系。简单的就是可能就是答应了上师的事情，你去做到，你也不去做伤害上师的事情。那这是简单来介绍。所以这个有资格的上师呢，他本身他必须跟他的上师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就是有一个很亲近的三昧也。那他必须也要如法的去修持这个他从上师那里接受的法门。那这样子的话，他才不会让这个他所学的东西，怎么说呢？或者发现出现一些漏的一种情况了，或者修的不好的地方了。那所以有些好一些法门，就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能够传授灌顶的上师的话，你甚至还要做很多很多的闭关，不同数量的闭关。所以这个所谓符合资格的这个上师，他必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者，严格的修行者，而且他所接受的戒律，他都必须要去就是完全就不要破戒。比如说他受的是皈依戒了，或者是菩萨戒了，或者是密续戒了，或者是他是比丘的话，他可能接受了比丘戒了，这些都不能够破。所以他必须有清净的戒律，他必须有跟上师之间必须清净的三昧耶，那他必须很好的修持那个法门，进行了某些数量的闭关，那他才能成为有资格去传授这一项法门给弟子的一个上师。那灌顶的内容是些什么东西呢？灌顶大概就是说是上师给弟子某项口传，给他一些修持的一种方法，做一些观想的方法，包括供养的方法，就是针对某一个本尊。其实并不是一些，其实是具体的。那要怎么去修？比如说我今天要修的是多吉雄灯，那做的多吉雄灯所修的内容是什么？他的观想怎么样？他的法相怎么样？这些上师呢，就必须把这一个内容全部就是很如实的，完完整整的把它传授给弟子，而且包括口传了，可能心咒了，对，基本上观想法、供养法这些，比如说有哪些朵玛特殊的朵玛了这些，这是一个灌顶的内容，在灌顶过程中，他弟子从上师那里接受的一些内容。那做弟子接受了一个这样子的灌顶过后，他该怎么做呢？那弟子接受了灌顶过后，他就要每天的就听了，他从上师那里接受了，他听了这些，他就每天开始去修，就根据上师的要求，比如说上师要求叫他一天一定要修这个法门，一定要修三次的话，那大概是几时到几时？比如说早上10点，下午3点，晚上10点，比如说是这样子的话，他这个弟子呢就必须是如实的去跟从，一天都不可以间断。那弟子要做的就是这一个东西，而且要定期做供养之类的。那接受灌顶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为什么要接受灌顶？我们法门不是拿来修就好嘛？大概就可能自己翻一些书啊，看一下就好了。有些人可能就会这么想，尤其是现代人，什么都自己学啊，自己上网学习的话，那其实这些在佛教里的一种灌顶呢，它并不是说你自己上网学啊，你觉得观想法我自己看看书我就会了，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灌顶，所谓的灌顶，它有的是来自传承的加持力。为什么传承会有这样子的加持力？其实因为刚才解释过了。具符合资格的一个上师，他之所以会能够符合资格，他其实简单来说，他就是真正的认真的刻苦的去修行过的，他是必须是这方面的专才。我们还是用大家很熟悉的字眼来讲，他必须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他必须不破他的某些不违背他的戒律，所有的戒律不违背了。跟上师之间也保持很亲近的三昧耶，所以这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上师。那只有一个很亲近的一个上师，他才能够就是把传承的教诲传授给他的弟子，就是他的下一代。那其实这个东西你这样想，好像其实没什么，但事实上其实又不是。如果你想象我从我的上师身上接受了某一个法门的灌顶，那表示我的上师其实是一个很亲近、就是一个很认真修行的一个上师。那同样的，他从他上师那里接受灌顶，那表示他上师也是一样的。那这样一代一代的追溯上去，其实很多的就是本尊的法门呢，其实有好一些都可以追溯到释迦牟尼佛本身。所以这里听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想象从释迦牟尼佛本身传授下来的一些法门，就像一代清净无染的，就像传授下来，所以那个传承的加持力是非常巨大的。那所以这是灌顶的好处。那跟我们自己随便买一本书啦，或者是道听途说啦，自己来学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
讲到这个灌顶，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要介绍，因为多杰雄登它传统上它也是一个需要接受灌顶的一个修持法门。那多杰雄登的灌顶是什么灌顶呢？多杰雄登的灌顶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它叫托命灌顶，托命灌顶，托付命自己的命的一种灌顶，或者叫 sokde。会去接受多杰雄登托命灌顶的都是一些比较严肃的一些修持者，想要跟多杰雄登建立更深的一种关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修持者，当他接受灌顶，其实他态度就绝对是不是那种那种3天打鱼啦，2天晒网啦，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就不是这样子的态度。他是一个认真的修持者，那并不是说，哎，我接受灌顶是希望我求财了，求得更顺利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那接受托命灌顶的都是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修持者，因为你一旦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灌顶，那就需要履行很多承诺，你每天都有很多功课要做。那讲到托命灌顶呢，其实它并不只是局限于多杰雄登的护法本身，因为这是其实藏传佛教的很多护法法门呢，你要修的话都要先经过同样的过程，就是一个托命灌顶的过程。那其实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金甲护法，如果严格来说，根据传统你要修的话，也是要经过一个托命灌顶的。介绍了这样子的一个灌顶的它的一些内容啊，那我们大概就让大家了解一下，多杰雄登托命灌顶它的整个过程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那多杰雄登托命灌顶呢，在接受就是修持者，当他想要接受多杰雄登托命灌顶之前呢，他本身必须先接受大威德金刚灌顶。而且不只是接受，不只是接受了灌顶过后可能就不当一回事，或者是只是去接受一些加持，然后回家就忘记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接受了这个修持者，他接受了大威德金刚的灌顶之后呢，他必须是很认真去修行，他必须很严格清净的，很如法的去修行，而且他守戒，而且跟上师的三昧也是干净的，这些都是基本内容。将来你会听到不断重复同样内容，而且他必须去履行他当时接受那个灌顶时的所有的承诺，他必须是履行的。那就表示说，在他要求接受多杰雄的托命灌顶之前，他的大威德金刚的一个修持呢，必须是非常的如法的。那具备了一个这样条件的人，就能够接受多杰雄登的托命灌顶。这个其实整个过程呢，其实说到过程的话，整个过程并不会太久。那多杰雄登托命灌顶大概它的时间，它的耗时为时大概就是30分钟左右而已。那每一位就是上师传授灌顶的一个上师呢，他给弟子同一个时间，他只能传授给三个人，就是每一批都是3个人。接受这个灌顶这个过程呢，在接受这个灌顶之后呢，每一个接受灌顶的人呢，他都会被分配一个多杰雄登护法的护轮，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吊坠，水晶吊坠类的，那个叫魂石。每一位接受灌顶的人都会接受这2个东西。这两件东西呢，它其实是在多杰雄登就是在整个灌顶仪式里面已经被加持过了，所以它除了本身它拥有怎么说？他除了拥有，他其实原本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是提醒说，哎，你已经是接受了多杰雄登的托命灌顶，那其实是拿来提醒我们自己了。但是他除了拥有这种提醒的一种作用之外呢，它还有就是还有一些特殊的一种加持力。那这个是灌顶的一个过程。接受了灌顶呢，就是接下去的工作，那就是长时间的工作了。那长时间工作是什么东西？是这期我会讲。首先我们在讲为什么叫托命灌顶，托付自己的命，托付自己的命，听起来是有点可怕，但你认真去听，那这到底它是可怕多一些，还是慈悲多一些？其实我们可以听一下。接受多杰雄登的托命灌顶，就等于说多杰雄登答应
成为你生生世世的护法，一直到你证得菩提心为止。那在接受灌顶的那个人，他也等于是说，他接受这个灌顶，就等于说他答应接受多杰雄灯作为他生生世世的护法，直到他证得菩提心为止。所以两方面都有了承诺，护法答应要去保护这个人，这个人也答应让护法作为他的一个守护者，一直到自己证得菩提心为止。那证得菩提心肯定不是一世人两世人的事情，对一般普罗大众来说，那所以是生生世世的。所以这一世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证得菩提心，那护法下一世还是会再找到你，还是继续帮你制造各种各样的一种顺缘，让你有机会再去接触这样子再去接触宗喀巴大师的修持，再去接触佛法，找到一个好的上师。所以接受托命灌顶，护法一旦承担起这个责任，他就会不断的，他就会就是认真的，绝对不让自己有怎么讲，就是他绝对不会去错过自己的一个任务，他一定要确保我们不在这条路上迷路。那这个所以这是护法的慈悲。那当然，就我们证得菩提心过后，其实还需要护法嘛？其实一个证得菩提心的人，其实他本身他已经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护法，就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可以去保护他人了，所以他再也不需要护法了。所以多杰雄的护法他很慈悲，他只是就像父母，他只是确保孩子能够自力更生了，那父母的任务就圆满了，他也不会下去干涉你什么东西。所以这是生生世世承诺，所以我们才把它称为托命灌顶。那为什么说有些人其实就是大家最怕的，其实就是说那听起来这个好处很多啊，那条件呢怎么办？那我有什么承诺？是不是很难的一些承诺呢？那为什么要有这些承诺？是不是一种交易？其实并不是的。我再一次的强调这个就是我之前已经说了很多次，就是说我们要让护法帮我们，要让护法更有效的帮我们，其实是我们本身取决于我们本身的一种功德跟我们的业，善业多恶业多，我们功德多不多？如果我们在不断求护法，但是我们每天都在累积很多很多的恶业的话，比如说每天都在杀生的话，每天都在邪淫的话，那护法怎么帮我们？护法是不可能帮我们的。所以接受托命灌顶呢，那护法就等于是承担起这种义不容辞，他的责任就是我一定要确保你能够证得菩提心。但是作为对方你呢，你就必须履行你的承诺，你必须要做到某一些东西，好让我能够帮你。所以履行承诺，你可以想象，履行一个这样子的承诺，让护法能够帮我们的，必然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累积功德的一些承诺。所以基本的承诺呢，其实也不会太难。那就是说，接受灌顶的人每个月一次都要参加多杰雄灯的筹供，就这么简单。参加一个月一次参加筹供，而且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出席的话呢，你真的是有事情啦、生病啦，或者是在国外啦出差，或者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那这种情况是你还其实是可以安排，或者是就怎么说呢？那个叫赞助吧，安排寺院帮你做，就是那一次，当然不是每一次。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具体的一个条件，也是很容易完成的一个条件。那另外一个承诺其实是就可能，那其实是更重要的。接受护法的托命灌顶的人，我们必须很认真的。其实我们答应了，那要答应让护法能够更好的帮我们。那我们作为我们自己呢，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很认真去学习宗喀巴大师的教法。我们很认真去修持宗喀巴大师的教法，那最好还将来就是能够去弘扬宗喀巴大师的教法。所以这个其实也不会太难，也不会太难理解。但其实为什么呢？宗喀巴大师的教法，他的目的是什么？你从这里想想就好。他的目的，整个教法，比如说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他整个都是教我们一步走向正悟的。那宗喀巴大师的他讲的主要这个护法护持的，宗喀
八大师讲的龙树菩萨的一个中观正见，那也是让我们是走向一种真正的一种空性正见，也是走向正悟的。所以认真去修持，所以护法要我们认真的去修持宗喀巴大师的一个教法，其实为这是谁的好处？那主要当然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好处。我们好好去修，好好去学的话呢，那我们就会更快的就能够摆脱这个轮回啊，更快的就能够证得菩提心。所以这个是两个承诺，就一个是每个月的筹供，另外一个就是要尽力的去守护宗喀巴大师的教法，去学习和实修。那如果当然讲到这个东西，可能就有些题外话的。那有些人说，怎么是宗喀巴大师的教法？那怎么不是其他大师的教法？那有些人就想在这里做文章，就是因为有人做文章，所以我才特别提了一下。那其实我们学习任何的法门吧，我们学任何功课、任何作业或者是任何专业都好，那其实最好当然要修得好的话，你当然是一门深入的。那就认真去学习宗喀巴大师的教法，其实并不是说去反对其他教派的教法，那其实是不一样的。认真去修持只是叫一门深入，但是与此同时，你可以看其他教派的书，其实可以没有问题。你可以参加其他教派的一些活动，可以没有问题。其实并没有护法并不阻止人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它只是要大家一门深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的或者一个修行的成果。所以其实这些有些人就是刻意的去怎么说呢？污蔑啦，说修多吉雄登的搞宗派主义，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认真你清楚知道的话，其实就明白他的用意的话，那就不会觉得那么纳闷了。接受多杰雄登的透明灌顶呢，其实对一个修行者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因为表示说，怎么说？其实接受任何一种就是做出任何一种承诺吧，其实都是一种跨越。那接受多杰雄登透明灌顶，就表示说那一个人是很认真的，他是很认真。当你很认真想要去修持，想要生生世世的，那你才会做出一个这样子的承诺。那但是当你做出这样子的承诺，其实就表示说已经开始至少有那个心，有那个用意吧，想要去让自己最终得到菩提心，至少这个东西是在心中的。那这是接受多杰雄登透明灌顶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内容。那讲了这些，那有些人就听了就开始就更加混淆了，说哦，那怎么办？那你之前说的那些星咒啦、舍利佛坛啊、多杰雄登的法门啦，那怎么办？那是不是可以修？那我们都没有上师，没有上师可以叫我们给我们透明灌顶。我们甚至那即使有上师的话，我们都不是密续修行者，我们都没有到威德金刚的灌顶。那就很多人就开始就觉得怎么办？其实是可以修的，没有问题的，只是修的就是怎么说呢？脱命灌顶是一种很严肃、很认真的，它是一个就好像说我今天我不杀生，我平时都不杀生，但是我去接受一个戒，接受了，比如说我说皈依戒，我皈依戒守的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这些。我守戒和不守戒还是有差别的，这差别在这里。那修可以修吗？当然是可以修。有好处吗？当然一样有好处，只不过稍微比较多或者是比较少，是差别而已。当然你要得到更多的话，你当然也要付出的多。那这些能不能，其实是有一些历史的一些记载的。话说，早期最初的时候，其实在我们都说了，最初多杰雄登的法门，它其实最初是在萨迦派开始的。那早期萨迦派呢，一直到早期的格鲁派呢，在修多杰雄登的时候，其实原本完全都没有提到有灌顶这么回事，就是说其实可以修，
不需要灌顶也可以修。但是到了后来，因为大家就对护法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说，觉得这些护法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护法，那就要很认真严肃的去对待他的一个法门呢。有一些就是有些圣人高僧们，他们就决定了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灌顶，灌顶让事情变得更加正式。但是在整个历史的一个演变过程中，这些法门呢，也就怎么说，它西藏也是经过一些巨变吧，其实。所以在整个过程里，有一些法门在传授的过程就出现了中断。那直到我们的近代的主要的最重要的多杰雄登修持者，最重要的多杰雄登上师那里呢，事情开始出现一些变化。那大家可能也都听过，就是那是至尊帕本嘎金刚持。那至尊帕本嘎金刚持呢，他在怎么说？他在一次多杰雄登神谕降生的时候，那透过神谕，多杰雄登告诉他，希望他把这些仪轨啦，把整套的这个透明灌顶啦，再认真的再把它重新的这实践出来。那就这样子，他给了就是多杰雄登给了帕本嘎金刚持整套的一个修持的仪轨。那这个帕本嘎金刚持有在自己本身的那个怎么说，他的著作里有记录这一点。那当时多杰雄登给予帕本嘎金刚持的这一份护法的一个酬供呢，就是昨天或者前天我们说过的，就是战胜诸方之古音。那帕本嘎仁波切，当然他所有的这些很德行很高，就是很令人敬畏的、很尊敬的上师，他们其实都是上师一指心是非常强的，他们也不会随便说，多杰雄登透过神谕告诉我这个东西，那我就做，我其实就是我是更了不起的，不是他接受了这个多杰雄登的这一个指示过后呢，他把这个指示，他说这个样子，如果只是这样子把它就这样传授给弟子的话，其实这个感觉上并不正式。那他其实还亲自的去找他的上师，就塔普莲花金刚上师，他找了他坐下来，再认真的大家就核对了，再根据塔普莲花金刚大师的一个本身就是在禅定中所看到的一个景象呢，他看到的是多杰雄登五部，两个再综合起来，所以就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战胜诸方之古音。所以这些故事大概只是说一些关于灌顶的故事。之前为什么说不需要灌顶？之前其实一直都没有不需要灌顶，后来人们为了要让事情更加正式，就有了这个灌顶。那后来又消失了，又不见了。那后来到了帕本嘎金刚持那个时候呢，又重新再把这个灌顶的整个仪轨啊，它整个过程呢，又重新再让它复兴了。那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就是护法并不需要灌顶，而且在《战胜诸方之古音》这本书里呢，也有清楚写下来说，要修持护法，其实并不是要修持护法，那灌顶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灌顶有很多好处，但它并不是必要的条件。那我们的上师其实就是说，他给我们多杰雄登的心咒啦，给我们一些修持法门呢，他其实是一来，其实很多上师他们也明白说，尤其现代人啊，尤其是在海外的，我们并不是在寺院里，就是一个在家人的话，我们其实很多人对这修行并不认真，也就很容易违背自己的承诺，所以上师他给你这个心咒啦，给你一个修行的一个法门呢，却没有给你灌顶，其实是一种为了保护，他是上师慈悲，不想我们去违背更多的誓言，
所以就给我们这些，但是他又想帮我们，那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咒，让我们去修，让我们可以得到好处，慢慢的就在跟佛法了、跟护法了结下更深的缘分，累积更多的功德了，或者是消除更多的恶业了，这是上师的慈悲。所以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就不需要有一些履行一些承诺呢？他当然，他并不是说他当然跟接受透明观点是有一点不一样，但其实如果说根据逻辑来根据因果根据逻辑呢，如果我们要希望护法能够更好的帮我们，其实我们还是怎么说，听从上师的话，跟上师有清净的三昧眼，那是很重要的。那累积更多功德，减少恶业，那肯定是要的，因为只有透过我们的功德，我们的善业，护法才能帮我们。那其实简单来说还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没有接受灌顶，没有这么严格要去守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要为了让护法修持更有效的话，那基本的几件事情还是放在心里，尽量不要去犯。那这就是接受灌顶，没有接受灌顶，修持多杰雄灯的条件。不需要灌顶，其实不需要。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想要接受灌顶了，那其实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是大概就今天讲这个修持多杰雄灯法门的条件，我们大概就介绍到这里。那接下去呢，我要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问。一音调，什么才叫如法？其实如法的话，当然就包括了一种普遍的佛教的基本的该守的。那比如说你接受皈依戒，那你就要去守皈依戒；你接受了菩萨戒，那你就要去守菩萨戒。你那个法门的修持，它是需要它需要什么条件的，那你就跟着去做。反正就是不自己本身擅自去修改内容啊，不自己添东西啦，减少一些内容啦，跟着做，不随便修改，就基本上就是如法，而且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是有一个利益众生的一个动机的。那基本上这样子，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基本上就叫如法了。有整体的，还有一个就是个别的。Chris John， 多杰雄灯的灌顶为什么每一次只能3个人？这个问题，请原谅我没有办法回答，这可能是当时定下来的。为什么只能3个？如果我知道的话，可能我再跟大家说。这个我真的不知道。Shin Buster Shin， 如果没有得到灌顶，那么我们的修行会有成就吗？会啊，其实刚才就已经说过了，有没有灌顶其实差别在于，就是灌顶呢，它有的是很渊源的一个传承的加持，而且就好像说你有守戒还没守戒，你是不是接受了那个戒？你不杀生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每天这个样子，和你已经接受了戒律，你答应要走这个戒，然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它就是一个是承诺，一个是没有承诺。那没有承诺的情况下，大家其实都会蛮放松的。那今天做啊，明天不做啊，也好像没什么事情。那另一个是有承诺，所以他得到的那个功德和利益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会有成就吗？还是会有啊。可能速度不一样。在电脑上就看到这几个问题。今天好像就只有两三个问题了。有些时候电脑跟手机似乎不太同步。好，OK，大概就基本上看来今天的问题就只是这几个。那
那今天呢就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见。在结束之前呢，同样的我们再做一个回向，圆满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于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明生世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其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领安止施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宝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矣。祈愿善慧明生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四众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三回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好，谢谢大家。